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今個月嘅免費線上講座，咁亦都係我哋診所啦，今年2026年第一次嘅線上講座，歡迎見到大家，我係陳海晴醫師，我哋喺今日嘅講座入邊啦，就會講關於咳嗽呢一個嘅疾病，標題咧就係叫告別新舊咳嗽啦，即係無論你係可能一啲感冒啊、流感嘅咳嗽，定係一啲已經係長期慢性嘅咳嗽咧，都係可以有適用啦，或者係參考嘅內容。咁我自己啦，最近喺臨床上都見到有好多多咗好多咳嗽嘅病人啊，係因為我哋而家進入咗春天，已經春天咗1個月多啲啦。咁同埋咧，係一個叫乍暖還寒，天氣變化比較急速嘅時候咧，咁好多人咧都會見到一啲叫做流感期啦，即係無論係會發現感冒啊、鼻敏感或者係咳嗽呢啲嘅症狀。咁所以咧，我哋都想喺呢一個時間啦，去講一講咳嗽呢一個病嘅一啲成因，以及係點樣可以透過即係一啲日常生活或者係飲食上嘅改變啦，去幫助自己調養咳嗽，或者咧就算你而家冇任何特別咳嗽嘅症狀啦，咁但係你都可以透過即係一陣間嘅內容，你知道可以點樣去預防，甚至真係患上咗呢個病，或者係你親朋戚友有呢啲嘅症狀嘅時候咧，你都可以幫到手。頭先都講啦，我哋今日嘅內容咧就唔係淨係新嘅咳嗽，即係唔係淨係一啲叫做急性啦，或者係最近流感嘅咳嗽，而係如果你有長期慢性嘅咳嗽咧，入邊嘅內容咧都係適合嘅，係因為本身咳嗽佢有一個疾病嘅特性啦。頭先都開始見到有人喺即係 chatbox 度啦，都會有講，例如你幾時會容易有咳嗽啊，或者係幾時會容易咳嗽加重。所以其實喺臨床上都見到就係好多可能一啲慢性嘅咳嗽病啦，又或者係肺病呢，去到一啲叫做季節轉變嘅時候，例如好似呢啲春天啦，或者係比較陰濕啲嘅天氣嘅時候呢，就會加重，甚至好似會反覆發作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希望透過今日嘅講座啦，可以用一啲叫做比較易懂啦，或者簡易嘅方法咧，去幫大家去處理咳嗽呢一個疾病。咁咧喺即係坊間啦，或者係社會上啦，凡親你見到人咳啦，或者係好似聽到一啲咳咗好耐嘅疾病嘅話咧，通常都會有一個所謂傳說啦，或者一個意見啦，就係叫做如果咳嗽唔斷尾，係咪會好嚴重咧？如果你去嘗試上網去普通 search 一啲嘅叫主題詞啦，或者係一啲 keyword 嘅話咧，你都會見到好多人就話可能係咳咗大概1-2個星期咧，咁就即刻要就醫啦。又或者咧係咳嗽超過2個星期咧，咁就可能會有各種嘅大病啦。佢除咗係一啲醫院啊，或者係無論中醫西醫都好啦，佢都會有講就係可能咳嗽咳咗太耐嘅話咧，佢就一嚟就係會唔斷尾，二嚟咧就可能會要有產生其他好多嘅叫做併發症啦，又或者係其他疾病嘅演變。事實上啦，唔知大家對呢一條問題覺得係咪真係咁嚴重啦？但係的確，我哋去到後期嘅內容都會講到咧，就係點解要咁去做一個正視嘅心態啦，去面對咳嗽咧，就因為本身咳嗽呢個病咧，佢的確係會連帶到好多嘅，無論係肺系嘅疾病啦，定係講緊全身嘅，我哋講中醫嘅五臟六腑咧，佢都係會息息相關。咁所以咧，就其實都唔係淨係話去到1-2個星期唔好返先要睇醫生嘅。有時可能如果你一係有呢個咳嗽起嘅時候，我哋去做一啲我哋一陣講咗嘅調養啦，又或者即刻去睇醫生嘅話咧，你去嗰個疾病嘅變化咧就唔會咁快，甚至可以即刻好返，亦都唔會一路拖住個病咧，好似變成一個久咳或者一個慢性病、慢性嘅咳嗽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哋先了解一下，究竟點解會出現咳嗽？除咗話有啲人可能覺得係一啲傳染啊、病毒細菌感染咗啊，或者總之你屋企人咳咧，你都好似認住咧，覺得下一個咳咧都係會自己，即係好似好快就會傳染啦。咁但係事實上咧，咳嗽佢都會有佢一啲叫做基本啦，或者叫 general 大致上嘅致病原因。咁我哋致病原因咧，主要可以分為3種嘅。包括就係我哋生活上啦、飲食上啦，同埋我哋叫做情志，即係情緒思想3大方面嘅原因。
咁啊，如果你而家係有咳嗽嘅，或者你知道你嘅朋友啊、家人係曾經患過啦，或者最近都已經有咳嗽嘅話呢，你都可以幫佢了解下究竟係咪因為做錯咗呢啲嘅東西啦，所以導致產生呢個咳嗽病。咁啊，我哋喺生活方面啦，可以先睇咧，就係咳嗽嘅致病原因咧，好多時咧就係因為叫受寒或者受熱。受寒咧，例如頭先有人都喺留言度話啦，一吹到冷氣風咧，就會即刻咳嗽啦，受到一啲寒氣啦，我哋叫做咁啊。無論係可能叫吹風啊，或者係有啲人最近我都聽過係可能因為潮濕，所以開冷氣。本身係想唔好咁你個空間唔好咁潮濕啦，咁但係因為冷氣呢啲比較叫做溫度低嘅空氣啦，咁佢都可以屬納於叫做寒氣嘅一種，又或者係叫做即係可能乍暖還寒嘅時候，你喺溫度低嘅時候呢，咁都會容易有受寒呢個症狀。咁啊，受熱啦，尤其係一啲比較焗悶啲，可能係空氣唔流通，又或者真係太熱嘅環境呢，都係可以導致我哋嘅肺所謂受邪啦，而出現咳嗽。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係運動嘅問題啦。咁啊，雖然我哋話春天咧就可以適合叫做多啲活動起嚟啦，咁但係有啲人咧佢就可能叫運動不當，例如可能係本身比較虛弱嘅，咁但係佢就做太多嘅運動，又或者係佢可能係已經可能返完工好勞累啦，佢夜晚先嚟做運動咧，咁有機會都係叫做耗傷咗我哋嘅肺氣，甚至可能係一啲嘅唔適合嘅，可能唔適合自己嘅運動啦，可能係會。你叫做耗傷咗我哋嘅氣啦，又或者咧就係、總之就係太過啦，太多，因為運動唔係等於健康嘅，運動都要有一個適度啦，或者一個量度。咁所以如果你係超出咗可能當日嘅狀態，又或者係自己身體個狀態嘅話，做一啲太劇烈嘅運動，例如可能做一啲負重啊，或者太劇烈嘅帶氧運動等等咧，咁都係可以導致即係叫做傷肺啦，而引起咳嗽。咁另外咧就係一啲勞累太過啦，例如工作太忙，唔夠休息，或者係唔夠瞓等等啦。以及咧就係一啲環境因素，環境因素咧主要就真係講緊我哋即係講緊個天氣啦，或者係整個氣候嘅轉變。例如有時的確係要熱嘅時候又唔夠熱，要凍嘅時候又唔夠凍，又或者應該係要個春天嘅氣咧要嚟㗎啦，但係又遲咗咁樣。咁呢啲都係我哋中醫講嘅本身整個環境嘅變化嘅問題啦。咁佢都係會影響到我哋人體能唔能夠適應到。又或者好似同嗰個環境嘅氣啦，嗰個嘅能量咧，係做一個調適咁樣。咁所以咧，的確有時一啲譬如變化轉變大嘅日子咧，就算可能你前面三個咧都做得好好啦，咁有機會，但係因為一啲比較大嘅變化咧，你都可能會因此而生病。咁而第二方面咧，就係飲食上嘅問題啦。咁啊，通常啦，咳嗽病咧最主要咧就係生冷寒涼嘅食物食得太多。生咧就係講緊一啲未熟嘅食物啦，即係可能係魚生啊，或者係一啲未熟嘅肉類等等啦。冷咧即係講緊一個溫度上比較低，咁而寒涼咧就係講緊一啲寒涼性嘅食物啦，即係例如我哋譬如肉類啦都有分寒同熱啦，例如海鮮類咧就係偏寒嘅，咁啊菜都有㗎，或者水果都有。咁如果你食得太多一啲寒涼嘅東西，咁啊就會令到我哋會產生咳嗽為主。咁而另外咧就係一啲叫做辛辣煎炸嘅東西，咁啊一般嚟講咧就係叫做比較熱氣啦，或者咧就係叫做刺激性比較強嘅東西，或者係一啲叫做肥厚黏膩肥厚啦，即係除咗係講緊可能啲脂肪比較多啊，比較肥膏多之外咧，口就係講緊嗰個味道口味咧，就係比較濃味，例如可能一啲係太甜嘅食物、太鹹嘅食物、太辣嘅食物啦。又或者咧就係一啲叫黏膩嘅食物啦，即係會容易黏滯我哋嘅胃腸，包括可能係一啲叫奶製品、牛奶啊、芝士啊，或者係一啲乳酪啊，以及咧係一啲我哋成日講一啲譬如麵粉類啊、精製食品咧，都係偏黏膩噶，即係可能一啲麵條、意粉、披薩、麵包、餅乾等等，無數咁多，我哋而家現代就講有麩質嘅東西啦，佢都係屬於一啲叫黏膩嘅食物。咁啊，包括就係肉類啦，都係偏一啲叫肥厚、肥甘口味嘅東西。咁啊，呢啲嘅食物咧，都係好容易會叫做黏滯腸胃啦，而導致我哋一陣講會導致咳嗽嘅原因。咁另外咧就係過飽過食啦，例如就係食得太多啦，
即係你個脾胃係受唔到咁多，但係咧你就食太多。咁個量咧就係唔係計緊一般人可能話我每一餐都要食一碗飯咁樣計嘅，因為有啲人可能脾胃再比較虛弱啲咧，可能佢食半碗飯就已經夠飽。咁所以咧呢個係根據你身體可以承受到嘅量啦，去決定究竟佢係咪過飽定係過食咁樣嘅。咁而第三方面咧，就係我哋講情志啦，即係情緒、思想、意志嘅問題。尤其因為我哋講話悲會傷肺，即係一啲叫悲哀、悲憂太過嘅時候咧，就會容易傷到我哋嘅肺氣。咁所以咧，呢三方面啦，都係即係生活、飲食、情志咧，就係最主要會導致我哋咳嗽病產生嘅原因嚟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對應一下啦。究竟你有冇中到邊幾項啦？定係可能三項都做得唔太好，咁就會導致係你唔止係咳嗽生病嘅原因，亦都係導致你咳嗽可唔可以向癒啦，即係邁向痊癒，定係嗰個治療速度夠唔夠快？咁所以譬如我哋平時診症啦，除咗係開藥啊，或者做針灸一啲其他嘅治療之外咧，咁我哋都好需要就係病人係要知道呢啲嘅致病原因嘅，因為有時可能食完藥之後好咗，咁但係如果你再重複地去不斷反覆地去做呢啲致病嘅原因嘅話咧，咁就會產生一個叫咳嗽反覆不愈啦，或者係反覆發作，甚至真係演變成一個慢性長期咳嗽，甚至咧就可能係每一個季節可能轉季嘅時候咧，又重新發起一個現象嚟嘅。好啦，咁咧，所以喺呢一度咧，先同大家做一個小互動啦。有一條問題想問大家嘅，因為好多時我哋好多人都話睇中醫咧就好辛苦，係因為要戒口。咁我哋即係咳嗽呢一個病啦，喺現代醫學咧就覺得係主要同個肺相關啦，咁中醫都覺得係嘅。咁但係大家覺得咳嗽如果同個肺相關，咁係咪即係唔一定要戒口咧？究竟咳嗽需唔需要戒口咧？係咪一定要戒口咧？咁如果大家覺得要嘅話咧，咁你可以打個 yes 俾我啊。如果覺得唔一定要嘅話咧，可以打個 no 俾我啊。暫時見到大部分都寫 yes，但係咧都有幾位係寫 no 嘅。係啦，兩邊都有呢個立場。係啦，我哋買正離手。有人話起碼要戒凍飲啦。好，見到兩邊都有啊，不過以 yes 好似比較多啲。咁我哋咧開個答案，咳嗽係咪一定要戒口咧？咁當然戒唔戒口一個係一個病人啦，或者咳嗽病嗰個人嘅自己嘅主動選擇嚟嘅。咁但係作為一個醫師啦，好有一個責任咧，要同你講，咳嗽咧係唔係淨係肺嘅問題，即係唔係淨係講緊你肺臟或者啲左右兩個肺所產生嘅新病嚟嘅。咁我哋咧點解咧？或者係究竟佢除咗肺之外，仲關其他邊啲臟腑有關係咧？咁我哋就可以睇一睇《黃帝內經》講咳嗽嘅基本病機啦。咁啊，《黃帝內經》啦係我哋中醫嘅第一部經典，咁佢係記錄緊我哋成個中醫嘅世界觀啦，同埋一啲疾病嘅主要嘅成因啦，以及係整個人生生理嘅機理。咁佢其中有一篇咧就係叫咳論，咁呢個字係古字嚟嘅，佢係通緊我哋而家咳嗽個咳啦。佢就成篇就係同你講咳嗽啦。咁我哋即係節錄咗啦，去睇一睇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行啦。咁佢就話皮毛者咧係肺之合，意思係我哋身體嘅皮毛啦，皮膚表面咧就係會連結到我哋嘅肺臟嘅。皮毛咧先受邪氣。咁即係我哋皮毛啦，喺我哋皮膚表面咧，會先受到各種嘅邪氣嘅侵襲啦，而邪氣咧就會以從其合，其寒飲食入胃，即係一啲寒嘅飲品或者係食物，即係主要係講緊頭先嘅一啲生冷寒涼啦，入到我哋胃部嘅時候。而呢啲嘅所謂寒氣啦，佢就會從我哋嘅肺脈上至於肺，即係從我哋嘅胃去到我哋嘅肺，就會變咗做肺寒啦。咁啊，肺寒咧就係內外合邪，佢嘅意思咧就係因為我頭先講，佢外邊咧就會先，即係我哋嘅皮毛最表面啦，會受到邪氣嘅影響，而同時間因為我哋有啲叫做寒嘅飲食，從我哋嘅胃裏邊咁樣上去啦，所以就好似一內一外。
咁樣夾攻咗個肺部，就會產生呢個肺寒啦。咁而因而下之啦，就會產生咗呢一個病啦，有啲客氣啦，就會變成咗肺咳，變成咗咳嗽病啦。咁而喺我哋《黃帝內經》嘅另一篇啦，佢都有講呢，就係營寒飲冷傷肺。咁係兩部分嚟嘅。營寒即係我哋嘅形體受到寒氣，就可能凍親、吹風，或者總之你受到一啲嘅寒邪啦。而另一部分咧就係飲冷啦，即係飲一啲凍嘅東西，凍飲啊，或者係其實唔係淨係飲啦，係飲食啦，可能食一啲雪糕啊、雪條啊，凍嘅東西或者係寒涼嘅食物。所以咧，我哋淨係喺呢一度啦，都已經見到就係佢唔係淨係關個肺事啦，佢而最起碼咧就係同肺同埋胃都相關嘅，而係兩者都一齊受寒，叫做營寒同埋飲冷。咁所以點解話咳嗽？點解啲醫師成日叫人咳嗽要戒口呢？就係因為咳嗽唔係淨係肺嘅問題嚟嘅，喺中醫嘅角度，佢係包括埋整個嘅胃啦，甚至係胃腸，講緊係你飲食上嘅調養，或者係你起碼係你脾胃嘅功能叫健唔健康。所以淨係咁樣講啦，如果係一個純理論嘅基礎去講呢，如果你淨係受風寒，假設可能你吹親，可能你即刻凍親，或者假設啦，可能你運動完出汗之後又攝親，咁係唔應該會有咳嗽嘅。通常我哋喺最表淺皮毛受寒呢，可能最常見嘅反應呢，就係可能會頭痛，或者係皮毛上嘅一啲繃緊、疼痛，或者就有少少發熱啊，或者發冷嘅感覺。咁呢啲我哋通常就叫感冒嘅症狀啦。咁但係點解會即刻發為咳嗽呢？往往就係因為你本身都有一啲叫做胃嘅寒氣，又或者可能係你運動之後即刻飲啲生冷嘢啊、寒氣啊、凍飲啊等等，咁佢就會好似叫做內外合邪啦，兩邊夾攻，咁就會產生咗咳嗽呢一個嘅疾病喺度。所以如果回應翻頭先條問題啦，戒口係需要嘅，而且係會導致嗰個咳嗽嘅痊愈速度呢係會快好多。甚至咁樣講啦，如果係唔戒口嘅咳嗽病人呢，佢通常都係可能會反覆發作啊，甚至可能係佢會令到嗰個藥力都會減慢嘅。係因為就算個藥力可能幫緊你個肺同胃啦，咁但係如果你不斷咁樣受傷啊，繼續去傷害個胃嘅話呢，咁佢都係好容易會反覆去再生病啦。咁呢，所以啦，我哋咳嗽嘅基本病機呢，就可以用4個字去概括，就係叫肺同胃受寒，肺胃受寒啦。咁啊，所以咧，通常啦，我哋喺即係無論係調養啦，定係醫治咧，我哋都主要係會針對去寒氣嘅問題多啲。咁但係臨床上都比較複雜嘅，或者係大家可能自己親身經歷過咳嗽啦，你都可能聽過好多唔同醫師嘅講法啊，或者係一啲資訊啊，上網 search 啊，你都可能覺得唔淨止係有寒氣㗎，係因為人係一個活嘅機體啦，佢可以受咗寒之後，又或者係生病之後咧，佢會產生各種嘅變化。咁而喺臨床上咧，好多人嘅咳嗽咧都可以係叫兼有熱氣，例如可以叫熱邪啦，又或者你本身如果個體質係有一啲叫虛火虛熱，又或者係你個身體受寒之後要打交，正氣充足之後咧，佢會容易化熱啦，產生咗一啲叫實熱嘅狀況。咁所以通常兼熱嘅咳嗽咧，譬如我哋就會見到可能係容易會乾咳啦。喉嚨會乾涸啦，或者喉嚨痛，又或者可能你見到啲痰係偏向黃色啲啊、結啲啊，甚至係可能係有偏綠色啦、濁啲啦，再嚴重啲可能就係出血啦、咳血嘅問題。咁而我哋仲可以叫兼風啦，即係叫風邪。尤其因為我哋首先係皮毛會叫做一啲毛孔擴張之後咧，佢係受緊嗰個風寒嘅問題啦。咁如果係兼一啲風邪嘅話，嗰個咳嗽嘅一啲象徵嚟就可能係會敏感咳咁樣啦，即係例如可能一吹風咧就會咳得比較嚴重啲，又或者同時間咧會有少少喉嚨痕痕地啊，或者會 feel 到咧個人都係比較怕風。怕風咧就唔係淨係怕冷風嘅，可能係冷風啊、熱風啊，總之係風咧，佢都會感受到係唔舒服，有少少痕癢啊、游走嘅感覺。咁同時間咧都係可以叫兼濕邪啦。濕邪就係一啲叫主要係水氣為主，咁又或者你叫痰濕啦。咁所以如果你嘅咳嗽除咗係肺胃受寒，再兼濕之外咧，咁通常啲人就講寒濕啦，就係容易會比較多痰啦，甚至嗰個多痰得嚟咧，可能係比較稀啲。
或者咧就係再多啲一啲叫做胃嘅狀況，可能消化不良啦，又或者係再有啲叫大便泄瀉嘅問題。咁呢啲咧就係我哋喺臨床上啦，佢會再分可能係兼熱啊、兼風啊、兼濕。所以亦即係咁講啦，一個咳嗽病佢係可以非常複雜啦。咁但係其實佢本身最基本嘅病機咧，或者最主要嘅病因咧，就係肺胃受寒。咁而藉住唔同人嘅本身嘅體質狀態啦，可能容易發熱啊，或者係容易有風邪等等，又或者佢再可能拖後咗個拖延個病情，個病情會有演變嘅時候，佢同時間就可以兼夾其他嘅邪氣啦。咁而實際上啦，我哋再去診斷嘅時候呢，係可以因為唔同嘅季節或者體質或者病情嘅演變，去產生到好複雜嘅好似咳嗽嘅病咁樣啦。我哋頭先講嗰篇嘅咳論呢，其實佢成篇佢都有再講其他五臟六腑導致嘅咳嗽嘅。佢一開始就係淨係講肺啦，因為佢係一個最基本嘅病因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唔同季節去受病，例如我而家好似春天咁樣啦，春天主要就係對應有風邪啦，又或者佢最近嘅濕度比較高，咁大家都會感受到好似有一啲叫做濕邪啦。咁喺唔同嘅季節，可能係你夏天受病嘅話，容易可能會有埋熱邪啦。咁可能秋季就會有啲叫燥邪啊，或者係一啲叫濕邪都有機會。咁啊，冬天就可能係寒邪比較多啲啦。咁唔同嘅季節，佢就住嗰個環境個氣啦，佢都會產生咗可能唔同邪氣嘅比例。咁同時間就係體質嘅臟腑強弱嘅虛實啦，唔係個個人一咳咧都係同一個症狀，因為每個人本身嘅體質唔同，咁所以可能你本身以個胃就已經係唔好噶啦，咁可能你就會再產生多啲嘅痰濕或者嘅痰飲，所以你咳出嚟咧就係特別多痰啊，好似咳到要甩肺咁樣，咁呢個同本身體質相關。又或者係一啲病情嘅演變啦，病情演變最起碼就係你嗰個治療嘅時機，又或者我哋一陣間講一啲嘅調養嘅問題，又或者係一啲誤治啊，即係可能有啲人咧就係一咳嗽咧就會自己去買一啲中成藥啊，或者西藥啊、感冒藥去自己食啦，咁有機會都係會產生咗更加嚴重嘅疾病㗎，即係好似醫好咗表面嘅東西，但可能會壓咗落去。咁另外咧就係一啲要調養不當啦，無論係頭先可能講戒口啊、生活上啊，或者我哋一陣間再講埋情志上咧，咁佢都係會相關，所以佢係可以導致兼夾埋其他五臟六腑嘅病。所以喺頭先嗰個篇章咧，佢都有講就係五臟六腑皆令人咳，就非獨肺也。咁所以譬如好似有啲人一咳咧，佢就會有埋其他症狀，例如會想嘔啊。或者一咳咧就會有少少遺尿失禁，一咳咧就可能會係兩邊嘅穴肋會疼痛，咁呢啲都係我哋再考慮佢會有兼夾其他臟腑嘅問題一齊，好似一齊發出嚟啦，一齊發病嘅狀況嚟嘅。我哋咧又去到另一個問題啦，咁我哋知道咗咳嗽最主要咧就係肺胃受寒最基本啦，咁當然喺唔同人身上啦，佢可能會兼夾其他嘅邪氣，又或者其他嘅臟腑。咁而我哋即係處理咳嗽病啦，或者咳嗽病嘅調養咧，成日都會聽到一個問題嘅。頭先我哋就話可能係要戒口嘅，咁但係有啲人咧就會話咳嗽咧就係唔可以食水果嘅。咁通常喺社會上啦，或者有啲人嘅經驗都覺得咧，就係可能食水果之後咧就會咳到甩肺啦，或者會咳到好嚴重，咳到停唔到。咁啊，尤其咧，通常啲人就話係唔可以食橙，唔可以食提子。咁啊，橙同提子啦，都係一啲叫比較甜啦，或者係比較多水量嘅水果嚟㗎。咁唔知大家有冇任何嘅經驗啦？我哋又做一個小小調查啦。咳嗽究竟可唔可以食水果呢？各種嘅水果啦。如果你覺得可以嘅話呢，咁啊，你又俾個 yes 我啊。如果你覺得唔可以呢，就可以俾個 no 我。今次又調翻轉啦，no 嘅答案咧係比較多啲，不過中間咧都有幾位係講 yes 嘅。有啲人咧就話要食室溫嘅水果，有啲人咧就話因為甜所以就唔得啦。好，咁啊，唔知大家係因為個人嘅經驗，可能真係食過覺得唔得啊，或者冇食就會好啲啊，定係可能聽人嘅經驗啊，定係可能純粹覺得聽過好多咳嗽，總之就係唔可以食水果咁樣啦。
咁咧大致上啦，我都見到係 no 比較多啲，即係覺得係唔可以食水果。咁我又開估啦，其實呢一個問題咧本身就係有少少好似服大家嘅，都唔可以咁講嘅，係因為佢係可以 yes，都係可以 no 嘅。咁所以咧，好似大家一半半嘅答案咧，其實都係合理嘅。點解咧？如果你真係講緊單純嘅咳嗽啦，最基礎嘅病機肺胃受寒嘅話咧，其實喺我哋臨床都見過，有啲人咧係食咗水果，尤其是一啲溫性嘅水果咧，佢係可以即刻咳少啲嘅。同埋咧，就係我哋通常講一啲叫做甜味嘅食物啦、甘味啦，或者帶少少酸味咧，都係一種補身體嘅東西嚟㗎。所以如果你真係嘗試食過一次過食好多生果嘅話，其實佢係好飽㗎，佢係好補益身體嘅東西。咁所以通常如果你係最基礎嘅咳嗽啦，去可能食水果，可能食一啲比較普通嘅水果，唔係一啲偏性好強嘅水果咧，有時我哋叫做補咗身體，尤其補咗胃氣、肺氣，甚至係可以補咗一身嘅正氣之後咧，佢係可以自然地康復，即係好似自然地即係消除啲邪氣啦，打交打勝仗。咁但係點解往往好多人一食水果啦，就會即刻好似咳到停唔到啊，或者係越嚟越嚴重呢？咁通常就係頭先講話佢係兼夾埋其他五臟六腑嘅問題啦，尤其係會我哋最主要參考呢，就係有脾虛嘅狀況，或者叫脾胃都係比較差嘅狀況啦。咁所以通常一啲尤其係水果比較多水分啦，或者頭先講話一啲叫甜度比較高、味厚啲嘅東西咧，佢就可能受唔到，佢就可能會產生多啲嘅痰飲啦、痰濕，就導致之後會再咳得多啲咁樣啦。咁所以係兩種情況嚟嘅。如果你係一個比較基礎嘅狀況咧，其實食水果應該係冇問題，甚至係可能會幫助到你痊癒。咁但係如果通常我哋講話咳嗽，除咗係肺胃受寒之外咧，如果你本身係有脾虛嘅狀態，脾胃都係唔太好嘅，咁你咧就食水果咧就係會容易見到會再差啲，甚至可能係叫做嗰個排毒反應啦，可能就係咳痰多啲啊，咳嗽多啲咧，佢係一個可預想嘅過程嚟嘅。所以佢係又可以 yes 啦，又可以 no，咁就係睇緊嗰個身體本身體質嘅狀況，同埋其實係你個病究竟有幾深入啦，即係可能係關埋脾事啊，或者係其他臟腑嘅問題。咁呢，接落嚟啦，我哋就再講下，咁要點樣去醫治咳嗽？咁我哋呢個講座啦，我喺嗰個簡介度咧都有寫，就係治止咳同埋治咳嘅分別。咁啊，唔知大家覺得呢兩個字有咩嘅唔同啦？止咳啦，通常可能平時就係會容易見到喺啲止咳藥度會寫啦。佢咧就係解就要停止嗰個咳嗽，即係要令到呢個症狀消失。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想醫好呢一個病嘅話咧，其實係應該要追求治咳嘅，醫治呢個咳嗽。嗱，有人用英文啦，就係 temporary 同埋 cure 係啦，一個比較舒緩嘅作用啦。通常我哋講止咳咧，就係緩解一個症狀為首嘅，咁所以通常就係講話比較治標。咁而喺呢個即係治標嘅過程啦，例如你可能食一啲，可能即刻食一啲中成藥啊，或者係一啲止咳藥啊、止咳水，或者可能飲啲咩涼茶啊等等，係你覺得係對嗰個咳嗽咧係會有緩解嘅。咁通常可能食一食之後咧，佢個症狀係會消失咗或者係減少咗。但係用止咳呢個方法咧，好多時咧都係會令到有叫做抑壓個病情，甚至係令到呢個病情反覆。因為通常一啲叫做真係會將嗰個病情撳咗落去啦，或者將啲邪氣撳咗落去之後咧，咁就係你身體受苦啦，即係可能最起碼係你個胃啦，胃受苦，又或者可能係會壓到去更深嘅層次。咁當你個病根其實係冇處理好，你純粹係想搞啲表面或者叫表層嘅症狀嘅話咧，咁佢就會不斷反覆發作啦。咁所以即係通常講話止咳咧，就係一個結果嚟嘅啫，又或者一個比較治標嘅手段。咁而治咳，我哋就係要追求要根治個病因，係啦，對人話係就係治本啦，治療嗰個病嘅根本，又或者可以咁講啦，就係叫標本同治。意思係如果你假設你個咳嗽係比較複雜，
可能頭先講係肺胃再加埋脾咁樣。咁通常我哋講治標啦，起碼係要搞咗個肺先啦。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個咳嗽點解成日都會受病啦、受寒啦，可能就係因為你本身都整個人都虛弱。咁一個人正虛嘅時候，你就會好容易受到環境嘅改變嘅一啲刺激啦。可能人哋開冷氣咧就冇問題嘅，但係你一開冷氣一吹風咧就即刻作病啦。咁呢啲都係因為本身你個本啦，或者係你身體嘅正氣嘅根本、病嘅根本冇處理到。咁所以我哋有時治咳嘅時候都係要標本同治，其實都係講緊去點樣去睇嗰個疾病嘅根本，可能就係要幾個臟腑一齊去處理，就唔係淨係睇嗰個咳嗽嘅單一症狀啦，又或者係單一嘅臟腑。咁所以其實治咳呢一個嘅方向啦，佢最後都一定係可以止咳嘅，只不過佢嘅具體嘅根本咧就會再針對性多啲，佢就唔係總之你有咳咧就食同一對藥啊，或者即刻撳咗佢，而係真係每個人佢都要知道自己個體質嘅狀況啦，佢個根本嘅成因係乜嘢。例如好似我哋頭先講咳嗽嘅致病成因都有好多款，究竟你係邊一款呢？咁你係要即係好似對到嗰個位置啦，咁我哋先可以對症下藥。而甚至係有時我哋有時候治咳嘅時候呢，佢都可能會出現一啲嘅叫做排毒反應啦。可能喺我哋治療咳嗽嘅時候，例如你本身痰比較多，咁點樣排走啲痰濕呢？可能就係要咳多啲啦，即係可能要一次過咳多啲痰出嚟。咁所以可能有啲人食藥啦，佢可以先咳走啲痰，然後咳完啲痰之後呢，佢個咳就會自然地平和翻、恢復翻，即係個肺咧會再次變翻清空。咁所以咧有個叫治病方法就叫去痰止咳啦，佢係先去痰後止咳咁樣嘅，我哋就唔會一味就係想要治標啦去止咳。咁當然啦，有啲人可能咳得比較辛苦，例如可能佢係需要工作上係要多啲說話啊，或者成日係用到廢氣用把聲嘅話，有啲時候可能比較嚴重，甚至係一啲真係叫做即係咳到比較啲氣脫出嚟，啲氣唔足夠嘅話，我哋有時都可以先用一啲治標嘅方式。咁但係如果大家本身只係一啲普通嘅咳嗽啦，或者係初起嘅咳嗽呢，咁我哋都建議係邁向治咳呢一個方向嘅。咁所以我哋要做到治咳嘅話，我哋所有嘅治療啦、治理啦，係必須要喺診斷嘅前提下進行，即係你要知道你而家個咳嘅根本成因係乜嘢。咁啊，大家其實聽完我哋前部分嘅講座都知道，起碼係有肺同胃都受寒嘅問題，所以我哋起碼可以處理咧，就係肺一啦，就係肺；二咧就係胃嘅問題。咁當然仲有一個點咧，就係頭先講受寒啦，即係主要係寒邪比較多嘅狀況。咁當然，如果你係病情比較複雜啦，可能兼熱啊、兼風啊、兼濕啊，或者係其他五臟六腑，咁你的確呢啲咁複雜嘅病情咧，都建議係要睇醫生去知道自己嘅狀態啦，點樣去調養。咁而接落嚟，佢講一啲叫治療或者係治咳嘅方式咧，都最主要係針對緊比較單純嘅肺胃受寒嘅問題。咁但係如果你係本身有複雜嘅病情，或者係已經好慢性、好長期嘅咳嗽咧，你去做一陣間講嘅肺同胃嘅調養咧，都係可以幫助到你咳嗽嘅治療㗎。因為雖然佢未必可以處理晒你所有整個病機嘅變化啦，或者係臟腑嘅範圍啦，咁但係我哋往往處理咗最核心嘅病機，頭先講話肺胃受寒嘅問題咧，其實都起碼可以處理到大部分嘅問題噶啦。佢係會自然地邁向向愈，甚至係我哋講緊，如果你嘅肺氣同埋胃氣都變得健康恢復翻起嚟嘅時候咧，其實其他嘅五臟六腑都係會跟住一齊恢復噶。尤其因為我哋講胃氣啦，就係我哋講飲食啊嘛，即係如果你胃氣係正常嘅話，咁你之後點樣食呢一啲嘅食物啊，例如普通食飯啊，或者頭先講可能食水果，你可以吸收到營養，去產生到更多嘅氣血嘅時候咧，你正氣強實嘅話，咁你好多嘅疾病啦都可以叫做邁向治愈嘅狀態。咁所以咧，我哋一陣就會講關於肺同埋關於胃嘅一啲調養嘅方式啦。咁我哋咧先講下肺嘅部分，咁咧我哋會講下治肺嘅方式啦，或者係養肺氣嘅方式。所以就算你而家係冇一啲叫咳嗽嘅疾病啦，或者係冇一啲肺系嘅疾病啦，
你都可以透過以下嘅方式咧，去養好自己個肺氣，甚至可以叫做鍛鍊啦，增加自己嘅肺嘅健康。咁你就可以預防到咳嗽，甚至係其他肺系疾病嘅演變啦。咁啊，第一個咧就係可以做一啲適量嘅輕運動，又或者係帶氧運動。因為我哋講肺氣啦，佢係主管一身嘅氣，咁所以咧，我哋去做運動咧，其實就係講緊去將整個氣嘅流動，甚至咧係可以透過我哋運動，因為一路運動你會一路好似練緊條氣啊，或者好似練緊呼吸啦，咁你就可以即係現代醫學啦，就係講緊去養你嗰個肺活量啦。咁而中醫咧就係講緊去養嗰個肺氣，又或者我哋有另一個名詞啦，叫中氣，正中個中，咁佢就係主要係囤積喺我哋嘅胸部中央咁樣嘅。咁而一啲嘅要帶氧運動嘅意思咧，就真係你係要練到嗰個呼吸嘅，或者練到嗰個氣嘅流動。咁啊，比較簡單咧，就係做一啲叫超慢跑、超慢跑啦，或者係太極、氣功呢啲咧，就係真係最針對性嚟練氣嘅。咁當然，如果你係體力再比較好啲，又或者係本身個人比較健康啲啦，你可以再做一啲其他，再可能練多啲肺氣嘅運動，例如真係跑步啊，可能游水啊，或者係一啲球類活動，其他各種嘅運動都好啦。咁啊，但係如果你係本身已經咳嗽緊啦，或者平時已經好攰啦，咁你可以先做一啲比較輕柔、輕啲嘅運動啦，由呢啲去開始，去練翻好條氣。咁當然，如果你本身有咳嗽，你有機會就係一路練氣咧，係可能會一路咳嘅，或者會咳多咗。咁你可以第一可以理解咗係一種叫做其中一種排毒反應之一啦。咁但係同時你都要考慮會唔會係太多㗎？好似我哋一開始講咳嗽嘅致病原因就係運動太多啦，或者太過。所以咧，我哋通常講話帶氧運動嗰個度量啦，或者嗰個標準咧，就係要，譬如好似你一路跑步嘅話咧，係一路跑步一路可以講嘢，或者一路唱歌，或者咧係唔會喘氣噶。因為通常去到喘氣、氣喘，成日都唔夠氣嗰種咧，咁就已經係叫缺氧運動啦。咁嗰啲唔叫帶氧運動，嗰啲叫缺氧運動。咁所以我哋通常講話咧，一路做呢啲運動時候係要呼吸係要自如，你係感受到自己個呼吸係足夠嗰個出去啦，同埋即係吸氣、呼氣咧係要平衡嘅，就唔會好似越跑越喘。咁通常嗰啲咧就有機會係就係再耗傷肺氣啦。咁通常我哋做嗰啲缺氧運動咧，就係俾一啲健康人做嘅，即係鍛煉式嘅，真係再去鍛煉個肺氣嘅舒張啦。咁嗰啲係通常係比較健康嘅人先係適合。咁所以你本身有病咧，我哋最緊要個目標咧就係要帶氧，就唔好缺氧啦。咁就可以慢慢做一啲輕嘅運動。咁而第二啦，就係可以練習呼吸法。例如最簡單嘅呼吸咧，就係做腹式呼吸，亦即係我哋每一次嘅吸氣咧，係可以帶到落去肚臍對落下腹部嘅位置。因為往往我哋如果係呼吸比較淺，可能淨係呼到去，即係可能吸到去胸口啊、橫膈膜以上嘅話咧，都代表係個氣其實係吸得唔夠嘅。咁係如果我哋可以將個氣吸到去最底層啦，下腹部以下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將一身嘅氣都流通。尤其其實佢係再用緊一個叫腎主納氣嘅功能啦，將啲氣咧真係可以收納到，可以養到氣。咁所以如果你係曾經有學過任何嘅呼吸法，咁你可以多多練習啦。咁如果你冇學過特別嘅一啲方法嘅話咧，咁啊最簡單，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咧，就係做腹式呼吸，咁啊多多練習呼吸嘅方式啦。咁而第三咧就係可以做一啲嘅穴位按摩，或者咧我哋最主要咧就係可以拍打肺經。咁啊肺經喺邊咧？肺經就喺我哋嘅手嗰度嘅。喺我哋嘅手內側啦，即係手掌呢邊啦嘅上邊，即係近住我哋手指公一路上到去膊頭嘅位置嚟嘅。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上網就咁搜尋啦。咁大家大約都可以知道肺經個循行嘅。咁我哋就可以用一啲叫拍打嘅方式啦，例如用一啲叫空心掌嘅拍啦，或者你可以按下呢一條經嘅穴位。尤其呢度列咗4個穴位啦，列缺、太淵、尺澤、中府，咁佢都係對應緊咳嗽病最主要嘅一啲大穴啦。
詳細嘅穴位咧，我就個定位咧，我就唔喺度講啦。咁啊，有興趣啦，或者想去真係使用嘅話咧，就可以上網去 search 呢啲穴位嘅名稱，咁咧都可以知道大概個位置。咁你可以撳下佢啦，撳可能1至3分鐘。咁啊，起碼如果你係咳嗽嘅時候，即刻撳咧，都可以做到一個好似即刻舒緩解嘅狀態喺度嘅。好，咁啊，而第四啦，就係可以用一啲叫食養嘅方法啦，即係用一啲飲食上嘅調養去補我哋嘅肺氣。咁啊，例如啦，如果你係中意有啲人中意煲湯啊，或者用一啲嘅藥材藥療嘅方法咧，咁呢度都列咗兩大種嘅一啲可以補肺氣嘅東西。上邊嘅川貝、太子參、沙參、枇杷葉呢啲咧，就係叫偏寒涼或者叫滋陰嘅東西。所以如果你嘅咳嗽啦，或者係你本身你知道你嘅肺臟體質咧係偏可能熱氣係比較多啲嘅，咁你可以使用呢一啲嘅方法去調養，就叫做有啲叫滋陰清熱嘅狀態。咁但係咧下邊啦就係譬如北芪啊，北芪即係黃芪啦，黃芪、北芪、黨參、苦杏仁或者百部呢啲嘅藥材咧，就係偏溫熱性啦，或者叫做偏補肺陽氣比較多啲嘅東西嚟嘅。咁所以如果你係尤其肺氣係比較虛弱或者叫肺虛寒啦，肺寒嘅話，或者係你整個咳嗽都係比較偏寒嘅話咧，咁你就可以使用呢啲嘅藥材去做一啲嘅調養啦。有人話川貝 mix 黨參陰陽平衡咁補，佢都可能有少少好似咁樣講，就係叫抵消嘅作用啦。咁但係你都可以自己測試下嘅，係因為有時嗰個量嘅問題啦，又或者係你嗰個黨參川貝嘅嗰個產地啦，係咪道地藥材啦，又或者係嗰個藥材嘅性質，佢都係會影響到嗰個寒熱比例嘅。咁所以咧就你可以測試下，有機會就算一齊咁煲，都可能會變咗寒或者變咗溫。咁當然啦，佢如果係兩邊一齊用，都可以有一個叫做陰陽去互相制衡嘅作用。咁但係如果你係啦，有人問啦，如果寒熱錯雜嘅人點算呢？咁我哋就可以用一啲叫平補嘅東西啦，因為唔一定係要揾一啲比較多偏性嘅東西㗎，呢啲係通常我哋講真係用藥材啦，就會叫偏性比較大啲。咁如果我哋係平時嘅食療啦，平時嘅食物呢，佢個偏性就會少啲，甚至呢係就叫偏向平和，即係唔會偏熱，亦都唔會偏寒。咁我哋通常講呢，就係叫白色嘅食物呢，就係可以補肺嘅，因為白啦，肺係對應住白呢個色啦，或者呢個氣啦。咁所以咧，呢度只係舉咗一啲常見嘅例子啦。實際上喺日常生活咧，有更加多嘅，例如有啲叫白木耳啦、蓮藕、百合、芝麻、杏仁、白果、竹筍、雪梨、淮山等等咧，都係一啲叫做平補肺氣嘅食物。咁啊，當然啦，就係你個咳嗽係唔可以太嚴重嘅時候食嘅，因為通常如果咳得多去補身體嘅話咧，係有機會會將啲邪氣壓翻落去嘅，即係好似撳咗落去。因為補咧就係將啲氣匯聚啦，或者叫停留，咁所以佢都可以將你啲邪氣一齊停留喺入邊噶。所以呢啲嘅食療咧係講緊真係比較平常嘅補肺氣嘅作用，又或者可能只係咳嗽比較輕嘅時候，或者係初起嘅時候先適合嘅啫。咁如果你係都係唔清楚嘅話，詳細咧就可以詢問你嘅醫師啦，或者你嘅醫生，就唔好似要濫用藥材啊，或者濫用食材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你係普通亞健康啦，或者你純粹係想有時有啲食療去補肺氣嘅話咧，咁你就可以用呢啲嘅選擇去幫自己啦。咁我哋頭先啦就係講緊點樣去治肺啦，或者養肺氣嘅部分。咁我哋知道咳嗽係肺胃同病，肺胃受寒，所以咧我哋一定要處理埋胃呢一部分嘅。咁我哋喺頭先嘅經文啦，嗰個經典入邊係講我哋有啲寒飲入胃啦，所以最主要咳嗽嘅戒口咧就係一啲生冷寒涼嘢。咁但係實際上咧，就係有咳嗽病嘅話，除咗要忌生冷寒涼啦，其實一開始講嘅一啲辛辣煎炸或者肥厚黏膩嘅食物咧，都係要盡量避開，要先唔好食咁多嘅。係因為通常呢啲叫刺激性嘅食物或者係難消化嘅食物啦，佢未必係講緊會增加嗰個寒氣，但係因為佢係可以傷到我哋嘅胃，傷到我哋胃呢個腑啦。
對我哋消化功能係有影響，或者係會增加佢個負擔嘅話，咁係可以令到我哋嘅胃比較虛弱啦，或者甚至有其他堵塞啊，各種複雜嘅狀況。咁當一個胃去受病嘅時候，佢就可以再更加容易受寒啦。所以通常咳嗽咧就係咳嗽嘅病人啦，就算佢係除咗食凍嘢係會再咳得多啲之外咧，你叫佢食一啲辣嘢啊，調味比較重啲濃味嘅東西咧，佢都係會咳多啲㗎，係因為佢整體個胃咧都已經係受病啦。咁所以你喺一個病嘅部分，好似再加鹽加醋嘅話咧，咁佢就會更加辛苦。所以喺咳嗽嘅時候，最主要咧就係一定要清淡飲食嘅，尤其係呢三類嘅食物咧就要注意。就係頭先都有見到人話，譬如一啲甜嘅食物啊、難消化嘅食物啊、凍飲凍嘢一定要戒咧，都係一啲係啦常見嘅經驗啦。就因為我哋知道本身就係肺同胃都一齊受傷，咁所以咧我哋調養我哋嘅胃氣啦，最主要就係起碼我哋要清淡飲食。咁而另外咧就係頭先我都見到有人話咧，啲咳嗽咧通常就係會好多痰嘅。如果你係尤其係多痰嘅咳嗽啦，定係就算冇乜痰嘅咳嗽都好咧，都可以試下呢個方法咧，就係叫飯水分離，即係食飯就唔好一路飲水飲湯，食飯還食飯，飲水還飲水，將佢哋係分開嘅。而去再具體講嘅原則咧，其實就係將乾嘅食物同埋濕嘅食物去分開食。咁啊，通常即係講呢一個方法嘅嗰個作家啦，就係講緊要相隔2個小時嘅。咁但係如果有啲人係好容易比較口乾啲啊，或者本身津液都唔係幾夠嘅話咧，咁你可以試下1至2個鐘，盡量咧就係一路食飯嘅時候就唔好一路飲水，或者食一啲液體嘅食物啊，飲湯等等。咁就係飯前啦，或者飯後再去飲水飲湯。咁啊，呢一個就係唔係叫大家唔飲水，而係純粹將嗰個飲水嘅時間分開隔開。咁因為如果我哋一路食飯啦，一路去再食一啲流質啊，或者係液體飲水嘅話咧，咁我哋其實就係會加重緊我哋胃嘅負擔。尤其本身胃比較虛弱啦，或者胃已經受寒嘅人咧，佢就會好容易變咗做一潭死水啦。因為水啦都係偏陰性或者叫偏陰寒啦，佢都係需要用胃火去消化。咁所以如果係一次過好似乾同濕嘅食物一齊食嘅話咧，咁佢就會加重負擔啦，可能會變咗一潭死水之後，咁啲痰濕向上走咧，就會容易咳嗽，甚至可能流鼻涕、鼻敏感等等。咁啊，所以咧就係盡量咧相隔1至2個鐘，係啦。所以有人話湯飯係咪唔健康，粥係咪唔好？如果你本身已經係咳嗽緊嘅話咧，食一啲湯飯啊，或者係湯麵啊，總之係乾濕唔可以分離嘅話咧，咁的確係都會容易加重嗰個痰濕嘅狀況嘅。咁所以咧呢個時候咧就先避免啦，主要都係食翻一啲可能係固體嘅食物啦，可能食到飯就食飯啦。除非你真係已經太病啦，甚至係你啲兼夾埋一啲感冒嘅症狀，就要真係只可以食粥，即係完全冇胃口嗰啲，咁啊食粥，咁啊食粥咧就當係一個食濕嘅食物啦。咁所以如果你再食乾嘅食物咧，盡量係分開1至2個鐘。好，咁而第三啦，就係要適量飲水。咁啊，坊間咧成日一啲人就話哦，任何嘅病都好啦，尤其係感冒啊、咳嗽咧，就飲多啲水，咁就會好翻噶啦。咁呢個係一個比較片面啲嘅講法啦。因為如果你唔太認識自己咳嗽，又或者其實你個咳嗽本身已經好多痰啊、好多痰濁、好反胃嗰啲問題咧，咁你飲得太多水咧，係可以加重呢個疾病嘅發展嘅。因為水啦都係會容易，如果你消化唔到咧，佢就會變成濕氣或者頭先講嘅一啲痰飲嘅部分。咁所以我哋通常就係講話，口乾嘅時候，又或者可能係做運動，你要出汗之前先至去特別去飲水。而且咧，我哋飲水咧就係唔好一下咁樣灌落去嘅，即係我哋成日講嗰啲咩一日8杯水嗰啲咧係廣告嚟嘅咋，即係西醫啊、中醫啊、營養師啦都已經係否認咗呢個方法，否認咗呢個標準啦。每一個人佢每日飲嘅水咧都係唔同，而每個人需要嘅水量都係唔同噶，所以你係唔可以同人比啦，亦都唔可以覺得話我今日一定要飲晒呢一杯水，咁係一啲好死板嘅做法嚟嘅。尤其如果你已經係有一啲咳嗽啦或者痰飲嘅疾病嘅話咧，就要注意係唔一定要飲太多水，係當你係口乾需要嘅時候，或者係你活動啊會出汗嘅時候之前咧，就可以適量地飲水，就注意咧就唔好飲太多水啦。咁而第四啦，就係我哋養胃氣嘅方法咧，就係頭先講唔好食咁飽。
尤其咧，我哋通常唔飽嘅標準咧，就係用7分飽為例啦，即係大概喺啱啱好飽嘅時候咧，就要停啦。咁因為如果你食得太飽嘅話咧，咁你都係會傷到個胃氣啦，或者頭先講係會增加到胃火要消化嘅東西。咁所以尤其我哋生病嘅時候咧，就一定要再嚴格啲去進行咧，就係唔好食太飽。咁所以呢4項咧，主要就係平時去養胃氣啦，甚至就係喺咳嗽期間比較需要嚴格去執行嘅一啲方式嚟嘅。譬如有啲人都會話，哦，飯水分離係咪成世人都要咁做啊？咁係唔一定嘅。但係尤其如果你可以喺一啲咳嗽嘅情況下做得足啲嘅話咧，咁你個咳嗽病係會容易好返，甚至我哋已經有非常多嘅經驗啦、數據啦，已經同我哋講係會快好多倍添㗎。如果你係有時譬如咳嗽嘅時候，頭先可能仲食一啲湯麵啊，或者飲太多水啊，又成日食生冷寒涼嘢啊，又唔戒口啊等等咧，咁你個咳嗽病係會可以拖延啦，或者就係會反覆不愈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喺起碼先做到呢4項嘅叫養胃氣嘅方式，咁你嘅咳嗽病咧就會比較容易啲去處理到啦。咁而喺最後嘅部分啦，我哋都講一講一啲叫久咳不愈嘅狀況啦。例如喺我哋一開始講啦，久咳係咪會唔斷尾嘅話，係咪會好嚴重呢？咁啊，的確喺中醫西醫都係咁樣覺得。如果你將個病情去拖延，例如即係你咳嘅時候唔理佢，可能繼續返工啊、勞累啊、戒口啊等等，或者咧就係已經病咗好耐，但係都唔求醫、唔求醫治。即係好有啲人咧，就係已經慣咗咳啦，佢覺得咳咧係一個好平常嘅事，佢唔覺得係咩大問題啦。咁呢啲狀況咧，其實都係好容易會演變成各種嘅肺系疾病。肺系疾病即係可能係講緊一啲，譬如氣喘啊、哮喘啊、鼻敏感，或者再嚴重啲，可能就係長期嘅咳嗽、咳血，或者一啲叫做肺炎啊、肺癆啊、肺癰啊等等嘅疾病，各種好複雜嘅肺系疾病啦，佢嘅基本嘅症狀咧，都係有咳嗽呢個問題嘅，或者係其他嘅併發症啦。常見咧就係亦都可以導致五臟嘅虛實夾雜，因為基本嘅咳嗽就係肺同胃嘅問題啦。咁但係可能本身你嘅其他臟腑都唔係特別健康，又或者係當你越嚟越即係病得太耐嘅時候，你要調動埋其他臟腑嘅正氣去幫手嘅時候，有機會就會導致五臟嘅虛實嘅錯雜問題，甚至係一啲寒熱錯雜嘅問題，尤其就係一啲叫肺脾腎虛嘅問題啦。咁所以如果你係已經咳咗好耐，甚至係一直拖延緊個病情，即係唔係淨係講1-2個禮拜，可能其實你咳咗幾日都未能夠自己好翻嘅話，咁其實你都預想到佢有機會係的確係好唔翻嘅。即係如果你係用一個錯嘅調養方式，又或者如果係個病情本身係嚴重，但係唔去理會嘅話，咁所以呢個時候大家要知道，我哋都唔想去到一個最嚴重或者最複雜錯雜嘅情況先去醫治。所以咧，如果你係有久咳嘅症狀啦，又或者你知道一啲親朋戚友係成日都咳嗽，但係又唔去醫嘅話，咁就請你鼓勵佢去積極求醫，趁喺未太嚴重嘅時候，或者係未有咁多嘅併發症啦、五臟虛弱嘅情況之前呢，就醫好佢啦。我哋通常講話肺嘅問題啦，都算係比較表層，即係肺係喺五臟嘅最高嘅一個地方啦，最高嘅氣啦。如果我哋肺氣或者叫肺病都醫唔好，咁佢係會邪氣係會逐漸深入，或者係會演變成其他各種複雜嘅疾病。咁而另一部分咧，就係有啲人啦，佢喺治療期間咧，譬如可能食完藥或者做咗各種嘅治療啦，或者係調養之後，佢係會得到舒緩或者係得到好返，但係過咗冇幾耐之後咧，又重新出現啦。又或者係如果你曾經不斷地努力改善緊生活嘅環境，例如可能係講緊濕度啊、嗰個風寒嘅問題啊、凍唔凍啊、暖唔暖啊，又或者係改變緊自己平時做多啲運動啊，運動係要適當，又勞累休息等等，或者係一啲飲食調養已經做得好足啦，即係其實我每日都係清淡飲食咁樣嘅，但係仍然咳嗽係反覆發作，
甚至係冇辦法徹底根治，即係真係唔斷尾。再嚴重啲咧，就係叫藥石無靈啦，即係可能食嘅藥都係唔好，可能一開始食藥咧有啲起色，但係食極咧都係硬係斷唔到尾嘅話，咁呢個情況咧，我哋會考慮係會同我哋一開始講嘅情志病因相關。我哋一開始講啦，悲傷太多係會傷肺氣。點解我哋成日都咁虛弱，或者成日個肺都咁差，成日都會受寒受風？往往就係因為我哋有一個叫做悲傷嘅情志一直存在，所以就好似成日都會將我哋肺氣啦，甚至係全身嘅氣都會耗散消失。咁啊，呢個情況啦，鼓勵大家就係我哋中醫有一個療法啦，就係情志嘅療法，有一個情志雙勝法，就係用喜勝悲。簡單嚟講，即係用喜樂嘅心勝過悲傷。如果你係觀察到自己或者係身邊人有呢種嘅狀態嘅話，佢已經係好積極咁樣去，好似改變飲食啊，改變生活，但係個咳嗽都唔好返，你可以真係關心下佢有冇一啲叫做悲傷嘅狀況。悲傷唔一定係要好悲哀啊，要喊晒啊，成日都流淚嗰種。用其他嘅字眼去講啦，例如就係一個悲觀，即係平時睇嘢都係偏向係消極啦、負面啦，成日都會好似諗向一啲唔好嘅地方，或者係會變差嘅部分，又或者係一種叫做無力感啊，即係佢未必有一啲好大事發生，或者即係有啲好悲傷啊，未必係一定可能經歷生離死別啊，或者一啲好受傷嘅事情，但係可能喺生活上就有一種無力、消極同埋悲哀等等嘅情志，咁其實都係偏向好似叫悲觀嘅唔同嘅字眼嘅形容啦。咁啊，往往係呢一種嘅情志，其實就係會令到我哋人身體嘅氣係會成日都會耗損，尤其係會傷到我哋嘅肺氣。所以我哋如果要好似勝過呢個悲傷啦，或者要改變呢一個嘅情志嘅話，最簡單咧就係要揾翻自己喜樂的心。最可能比較表淺嘅表層啲嘅方法啦，你可以先去思考一下，做啲乜嘢係會令你開心。例如可能有啲人係做運動啊，有啲人係睇書，你嘅日常嘅生活興趣或者見邊個人，係令到你個生活起碼係有一種期待啦，或者係一種喜悅啦。咁而當然即係好似講吃喝玩樂啦，都係一啲叫比較淺層啲嘅快樂啦，佢都係可以對應到某部分嘅悲傷。咁但係如果有一啲通常係長期嘅咳嗽病啦，佢往往係即係一啲叫做可能叫心結啊，或者係比較深層啲嘅悲哀。咁我哋如果有因緣啦，咁我哋通常就可以做到情志療法啦。咁但係如果你係真係自己經歷緊嘅話，你不妨都可以思考下，究竟你嘅假設係人生啦，或者係生命最理想啦，或者係有咩嘅狀態係會令到你生活係比較開心、快樂、喜悅、舒服，或者係放鬆嘅狀態。因為我哋中醫講緊呢個喜樂咧，唔一定係要嗰啲哇，好似要慶祝啊、要大笑啊嗰啲好誇張嘅呈現喜樂嘅方式，而係佢可能本身係只係一種好緩淡啦、好恬淡嘅一種快樂啦、喜悅啦，甚至可能係你可能今日假設你去休息嘅時候，可能你去曬太陽，可能就咁瞓喺個草地去享受一種咩都唔做，完全身體放鬆，咩都唔需要憂慮嘅狀態。其實可能嗰種係一種比較深層啲嘅喜悅，咁佢係從內心而發出嚟嘅，佢唔一定係一啲叫做外在嘅刺激啦，或者係一啲具體嘅工具啊方法。咁呢個就係真係比較叫深層啦，或者係比較底層根本嘅喜樂。如果你可以即係去用一個積極嘅心去爭取呢一個嘅生活啦，或者係揾到自己喜悅啦，或者係快樂嘅源頭嘅話，咁你就可以勝過呢一種悲嘅情志。咁啊，快樂嘅人呢係好少會有咳嗽病嘅，的確。唔好講咳嗽病啦，係喜悅嘅人啦，或者係生活真係愉快嘅人呢，佢係好少會生病，就因為氣血係真係會流通、會暢通，甚至可能有時真係會可能吹咗風啊，或者係食咗其他垃圾嘢之外，佢都未必係會生病，因為佢喺入邊可以有一個叫自我調適啦，或者叫自我療愈嘅過程。咁當然我哋喺講座冇辦法講得太多啦，咁但係呢一個
都係一個切入點啦。如果你係有一啲叫長期慢性嘅咳嗽嘅話，你可以再考慮埋呢一方面嘅病根。如果我哋真係唔係淨係想止咳，而我哋係想治咳，即係治療你整個咳嗽嘅根本原因，標本同治嘅話，咁你可以再考慮埋呢一方面嘅病因。咁相信呢係喺我好多過往嘅療愈嘅個案入邊啦，呢個都係非常重要嘅一環嚟嘅。係啦，喜樂的心乃是良藥，冇錯。好，咁我哋呢今日啦就係去到呢度就係講緊咳嗽嘅內容啦，或者係一啲調養嘅方式。咁我哋最後呢都會有一個誒問答嘅環節啦。咁啊，大家有任何嘅問題，或者頭先大家有留言嘅東西呢，我一陣都會再去重新睇翻相關呢，我都會去做作答啦。或者如果你有其他好奇或者頭先再想問多啲嘅地方，咁歡迎大家可以喺 chat box 度留言。如果你有興趣想直接開咪嘅話呢，你都可以直接舉手。咁啊，另外啦，我哋喺 WhatsApp 咧，就有一個群組，就係叫中醫智慧分享啦。咁我哋好多唔同嘅中醫嘅一啲信息啊，或者未來嘅一啲線上講座，我哋診所嘅其他活動，我哋都會喺呢個 group 入邊同大家分享。咁大家咧都可以再繼續留意啦，去參與同埋去即係收緊我哋嘅信息。咁我哋嚟緊啦，好天中醫診所咧都會有各種嘅活動，無論係線上同實體嘅活動咧，都會繼續希望可以透過喺唔同嘅方式啦，唔同嘅地點咧，去同大家一齊學習點樣去照顧自己。我哋呢一個講座系列啦，會喺4月同埋6月都會有其他2次嘅講座啦，相信大家報名嘅時候都會見到噶啦。咁而另外啦，我哋喺下個禮拜咧，我都會喺診所呢個實體嘅工作坊，叫望診治未病，係一個養肝嘅主題。咁因為我哋而家去到春天啦，春天其實就係主要對應我哋嘅肝臟。咁我哋會用一個望診嘅方法，用我哋中醫嘅第一診法啦，望診咧，去教大家去體驗望面色。用面色呢個診法咧，去認識自己而家身體嘅體質啦，尤其係肝臟嘅氣血嘅寒熱虛實啦。因為我哋知道我哋要做所有嘅治療之前，都要先診斷。咁所以喺呢個2個鐘嘅工作坊啦，就會教大家用望診嘅方式去診斷肝氣。同時間咧，亦都會教大家點樣可以透過一啲養肝嘅心法啦，喺春天以及喺整年度，去令到自己嘅肝咧係可以健康。所以入邊都有好多各種互動嘅練習啊，大家會互相望面色啊等等。咁我哋而家都做緊一個非常非常優惠嘅推廣嘅價錢啦。咁啊，希望就係多啲人去學習自己點樣去平時可以診察到自己嘅健康啦，又或者照顧自己肝臟嘅健康。咁所以有興趣呢，我哋就可以下星期2見啦。咁而呢，我嚟緊啦，都會有一個全新嘅，都係實體嘅課程，就叫做氣治身心。咁頭先講一啲叫練氣嘅方法啦，都會喺入邊度會教大家嘅。因為我哋中醫講個氣呢，就係一種唔係講緊靠食藥啊或者其他工具啊等等去好似幫助自己啦，而係我哋身體本身都可以有一個主動式嘅使用去運氣或者去用氣。咁所以喺呢個課程啦，簡單嚟講就好似叫氣功啦。咁但係其實入邊係包含咗好多，包括係吐納呼吸嘅方式，或者一啲導引、動功、靜功嘅方式咧，去教大家點樣去感受咩係氣，氣究竟係咩東西啦，而且係再下一步咧，就係用善用運氣調氣嘅方式去醫治我哋無論係身定係心嘅一啲症狀疾病。咁不過咧，我啱啱收到消息咧，就係啱啱已經滿咗額啦。咁所以咧，而家報名啦，雖然仲係有早鳥優惠，咁但係咧就已經進入候補名單。咁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咧，都可以先填報名表進入候補啊。因為我哋如果睇睇嗰個場地嘅空間，如果可以嘅話咧，我哋都可能會增加大概可能1至2位嘅名額。咁以及係如果係日後我哋再開第2屆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會先俾候補今次候補嘅同學啦，可以優先去報名留位。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先報名啦，又或者日後咧就再去積極留意我哋新嘅信息啦。今日就早啲留位咁樣。咁而我哋喺4月份啦，我哋都會有一個實體嘅課程咧，叫針灸治療。我哋啱啱咧已經上完前1屆啦，咁啊收到好多嘅 feedback 啦，都係非常好，話可以透過去
幫自己針灸啦，即係我哋會教好多教起碼20個穴位，以及係講緊針灸嘅一啲作用啦。咁啊，透過自己幫自己針灸去治療一啲嘅症狀，甚至咧係我哋仲會有一啲叫做靜心去體驗氣感，因為針灸咧就唔係淨係治形體嘅疾病啦，佢都係治嘅一啲叫做無論可能係叫情志啦，甚至係一啲叫治神嘅層面都係有包括嘅。咁啊，呢一個課程啦，主要就係由陳浩天醫師主講，咁我都會喺現場去幫大家針灸啊，或者係逐個睇大家嘅針灸嘅過程啦，或者你有任何嘅問題。咁我哋呢一個課程呢，都即將額滿噶啦，咁但係呢，其實啱啱就已經完咗個早鳥優惠，咁但係我哋有一個新嘅優惠呢，就係如果你係參加過今日嘅講座啦，我哋會有2日嘅優惠，咁可以都用一個優惠價去繼續報名我哋呢個針灸治療嘅課程。咁所以如果你係希望可以用針灸呢個工具去幫自己治病啦，或者係體驗自己一啲嘅唔同經絡嘅氣感嘅話，咁你都歡迎可以嚟參加我哋針灸治療呢個課程。咁呢，我而家啦，已經上緊超過一半嘅線上課堂啦，因為我哋除咗有實體嘅課堂之外啦，我哋線上咧都有一啲嘅課堂係可以除咗係好似 Zoom 咁樣去面對面去好似聽課咁樣之外呢，咁我哋都會有喺線上平台咧，可以有一啲叫重溫嘅課程。咁我而家呢，就係有講緊一個叫做中醫14經絡嘅線上療愈課啦。咁我就係喺入邊教緊14條主要嘅經絡，包括係佢對應嘅一啲症狀疾病，又或者係佢可以點樣去做一個養生嘅方法呢，都會喺入邊一一去同大家講解。咁啊，因為呢個課程呢，我而家喺3月份啦，就會好似中間一個短期嘅休息咁樣啦。咁所以如果你係未曾參與啦，或者你係對於中醫經絡有興趣嘅話呢，咁都歡迎我哋而家有2天嘅都係優惠嘅報名時間啦。你可以趁住呢一個月呢，可以喺網上重溫。咁而我哋網上嘅課程呢，係1年內都可以無限重溫嘅。咁所以到時4月啦，會再去講解我哋後半部分嘅課程。咁到時都可以一齊去聽 live 翻去再參與咁樣。咁有興趣呢，都可以再了解。咁而陳浩天醫師啦，佢而家都開始咗一個4時上醫養生嘅，都係線上嘅課程。啱啱我哋嚟到春天啦，佢就係講緊一年春夏秋冬點樣去做一個養生，甚至唔係淨係講話你要做啲乜嘢，而係背後嗰個養生嘅心法。例如點解你成日都早瞓唔到啊，或者你冬天嘅時候應該個心智要點樣去安定啊等等。咁佢背後咧都會處理一啲頭先好似講情志嘅部分。咁呢個課程咧都係1年內可以無限重溫。咁如果大家而家報名咧，都係有2日嘅限時優惠啦，係只係 for 今日參加過講座嘅朋友有呢個優惠嘅啫。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咧，都可以喺線上度報名。咁所以咧，我哋未來啦，無論係實體啦，定係線上咧，都有非常精彩嘅活動等住同大家見面啦，一齊去學習。咁啊，有任何嘅想參考啦，或者係詳情報名嘅話呢，我哋一陣都會喺課後嘅 email，同埋我哋會喺嗰個呢個中醫嘅智慧分享群組入邊去再 send 俾大家，咁大家都可以再詳情參與佢嘅一啲資訊啦，或者係日期報名方式等等。咁我接下嚟呢，就開始回答下大家嘅問題啦。我睇翻一開始嘅問題先，有人問咳嗽同痰有咩關係？容易引起痰嘅食物係咪都容易引起咳嗽？咳嗽如果係容易有痰濕嘅狀況啦，或者佢濕氣比較重嘅人呢，的確係會容易產生咳嗽㗎。因為頭先就係講嗰個胃，尤其係胃受寒啦，咁嗰個我哋痰生起嘅地方呢，就係從脾胃開始嘅。所以如果你比較多痰嘅話，痰再上肺嘅時候，佢經過個肺脈上咗肺啦，咁佢就會容易產生叫肺氣上逆啦，就會咳嗽。所以一啲叫做頭先講一啲難消化嘅食物，或者係甜味嘅食物啦，肥甘口味嘅食物係我哋通常講話惹痰啦，都係可以容易導致咳嗽㗎，又或者就會加重咳嗽嘅問題。有人問點解我每逢去演唱會、大戲院、電視台錄影廠呢啲環境就會發燒、咳、冇晒力？哦，咁呢個要睇一啲個別嘅狀況，因為如果淨係地點嘅話就比較難講。咁但係通常呢，就係
你列出嘅一啲地點啦，例如一啲演唱會嘅場地啊、戲院啊、電視台呢啲地方呢，其實冷氣都好凍嘅，係全年四季都好凍嘅。咁所以好多人其實就喺呢啲情況下啦，會容易叫做受寒啦，或者受風寒，所以就會即刻好似有啲感冒啊，或者係出現咳嗽嘅狀況。咁同時間都係。尤其可能係演唱會啊、大戲院啲地方，可能人比較多呢。咁的確環境嘅因素，如果你係本身叫做肺氣比較虛弱啦，佢都係會容易受到呢啲環境轉變嘅影響，所以都未必係淨係寒氣噶，可能係各種嘅邪氣啦，又或者人太多，每個人都可能有病氣啊等等呢，佢都可以因為即係如果你係體質比較敏感或者比較虛弱嘅話，都係會受呢個狀況，咁就會好似即刻產生一啲叫做感冒嘅狀態啦。點解小兒發燒之後通常都會咳呢？咁啊，有兩個狀態嘅。其實本身小兒發燒就係可以唔咳嘅，即係如果比較健康嘅小朋友啦，佢通常發燒即係比較偏向表層嘅感冒啦。佢如果係成功發咗之後呢，佢啲邪氣離開咗，佢係可以唔入到個肺嘅，咁所以係可以冇咳嗽，呢個第一啦。第二呢，就係如果係假設佢嘅發燒係調養不當，可能就係食啲退燒藥啊，又或者係仍然係會受寒啊，調養不當又飲食又唔好啊，咁有機會咧就叫入裏啦，就會再叫做從我哋嘅皮毛啦，或者最表層入到下一層咧就係肺臟或者叫肺胃啦，所以就會產生起一啲叫咳嗽嘅問題。我有興趣咧，我以前都有講過一個叫做感冒怎麼辦嘅講座啦，入邊都會講一啲叫做如果係感冒調理不當咧，有機會入裏嘅狀態咧，都係會容易產生各種嘅肺啦、肺胃嘅疾病。咁啊，但係另外咧，就係因為本身小朋友啦，其實佢嘅五臟都係叫做相對嬌嫩，尤其肺氣咧相對叫少啦。佢唔一定係少就叫唔健康嘅，咁但係佢相對起可能成年人啦，或者係青少年咧，佢都係相對嬌嫩啊，即係佢會容易受到環境嘅一啲影響，所以可能一啲乍暖還寒啊，或者可能係你發燒之後明明打完仗。好似即係驅完邪之後啦，咁但係又即刻受到一啲刺激嘅話，咁佢可能就會直接入肺，咁就可能會產生咳嗽啦。請問老人咳算久咳嗎？久咳係講緊長時間嘅咳嗽，老人家咳嗽都係要睇翻佢係新咳同埋久咳嘅，咁我哋都會考慮佢影響嘅五臟六腑係多少嘅問題。係嘛？有人上經絡課好實用，解釋得好好。係啦，我哋最近講經絡課都講到第10課啦，咁所以好多人咧都使用緊唔同嘅經絡去幫自己處理唔同症狀啦，所以有興趣都可以留意我哋唔同線上嘅課程。小朋友淋巴成日腫，咳嗽斷唔到尾，除咗肺胃之外，係咪其他臟腑嘅問題？嗯。如果係一啲叫做淋巴嘅問題啦，淋巴係一個比較西醫嘅名稱啦。咁但係我都喺中醫嚟講都會考慮係一啲叫痰濕比較嚴重嘅狀態，又或者其實通常咳嗽斷唔到尾咧，除咗可以試下頭先一啲叫肺胃嘅方式之外咧，都可以考慮起碼係叫做脾虛嘅狀態啦。因為通常濕氣或者叫痰飲比較多咧，就係我哋嘅脾臟冇辦法去叫做運化啲水濕，即係。譬如我哋飲水啦，飲水飲落去咧，透過脾胃嘅運化咧，佢就會成為我哋嘅津液，咁就可以滋養我哋全身。咁但係如果脾胃都唔太健康嘅話咧，咁佢就會消化唔到，就會變成痰濕啦，就一潭死水。咁所以都會考慮，起碼係同脾相關啦。如果再嚴重啲咧，先至再考慮埋可能肝腎嘅問題。咁但係呢個咧就係實際上要診斷啦，都要再透過唔同嘅四診合參。去知道佢實際嘅狀況嘅。咳病之後少咗咳，但係仍然有好多泡嘅痰，原因點樣可以治善？謝謝。如果係有泡嘅痰，如果你係冇特別咳出嚟嘅話呢，咁你可以考慮佢仍然係有呢個痰飲嘅問題嘅。尤其有泡嘅痰呢，都係叫做偏寒性嘅痰啦，或者叫寒痰啦。咁所以你可以考慮，起碼係個胃都係未醫好嘅，又或者係脾胃都一齊係仍然有一個叫做可能係虛寒嘅問題啦，所以導致好多嘅水濕啦、痰飲或者係寒痰咧，都係冇辦法地好似分解啊或者係消化排走。
咁所以頭先講一啲嘅養胃嘅方式啦，又或者我喺以前咧都有講過一個叫脾胃虛弱怎麼辦嘅講座，咁有興趣都可以再參考下。咁嗰度咧就會講一啲同脾虛相關嘅一啲調養。我哋喺診所喺線上嘅課程，我曾經都有講過一個係飲食養生法啦，即係教大家點樣去健脾胃嘅。咁所以有興趣都可以再參加，係啦，再參考一下啦。咁就係同脾胃相關比較多啲啦。煲羅漢果水係熱咳定係寒咳適用？羅漢果就係偏涼多啲嘅。如果你真係熱氣比較多嘅話，係可以好似有少少治標咁樣啦，清咗個熱氣啦。咁但係因為我哋認識咳嗽呢個病呢，佢本身都係有肺胃受寒嘅狀態，所以就咁講熱咳同寒咳係一個好籠統嘅講法啦。咁但係因為本身咳嗽就係有受寒嘅底啦，或者係佢最主要嘅病機，所以飲羅漢果水係未必一定適合㗎，因為佢有機會可能會加重嗰個寒邪。所以實際上嘅使用咧，可以叫做診斷咗自己嘅體質啦，或者真係諮詢過，即係面對面諮詢過醫師嘅建議會比較好啲。咁我哋咧今日嘅講座啦，就去到呢度啦。咁我哋喺未來嘅一啲其他線上嘅講座啦，或者係線上或者係實體嘅活動呢，希望再見到大家一齊去學習照顧自己健康。咁啊，如果你係今日有可能有啲朋友錯過咗今日嘅講座呢，咁我哋喺日後如果有一啲錄影重溫啊或者連結呢，都可以歡迎大家可以廣傳開去啦。希望喺呢個流感嘅季節，或者好似喺一啲濕氣重嘅氣候嘅時候，如果真係出現咳嗽呢，都起碼有一個正確嘅調養去幫助自己。咁啊，多謝今日大家嘅積極參與同埋大家積極嘅回應。咁我哋喺日後再有機會再見啦，拜拜，晚安。